生於這飛船，終於安於這宮殿，能找到的有這藍綠色空氣相對穩定，找到這類電腦就失停，找到這色真高興，成就旅程。騷擾我安寧，因有生與命，聖體那班人不停，拒絕去安靜，説我壞我那我是怪胎，我是有毒有害，對我暗説殺害，我逃到性愛，證出救生艇不如之中出現舊意外。當一覺醒來，竟會出意外，聖體有飛船飛來，我國界之內，說這個水平上過最高，太過放肆態度，這個跳躍白人都可以當新聞，人類確是太天真。求上那漫步優雅地學習，離開我吧，不要教我好嗎？離開我吧，給你散盡水煙，將你滅了吧，癌症。